台语甲手动作相关的课肉字第18集86条，你若会使抢人的物件就是你怎么可以抢别人的东西呢？下骹有4字要选，咱第1字叫做夺，第2字读做抢，第3字读做抢这抢凶的抢，第4字读做枪这枪嘛，枪。87条，昨无小心手骨去拽到就昨天不太小心手扭到了那下骹有4字要选，咱第1字读做绕还是扭第2读做拽，第3字读做闪，第4字读做拐88条，我毋知影互啥物穿着点点足艰苦的，就是我不知道被什么刺到，然后渣渣的好难过下骹有4字要选，咱第1字这字读做千1000、2000的千嘛，千。第2读做穿，第3字读做穿还是穿，第4字读做串门串的串。89条，有闲的时阵拢会伊有闲的时阵拢会斗剥笋仔壳就是剥竹笋的壳子好，咱即马有4字要选，第1字读做剥，700度的剥，第2剥，第3字剥，这台北的剥，第4字剥这腹肚的腹90条，不用手去捞着，定定拢会丢一个就是抽痛的意思，叫做丢一个好，咱下面有4字要选，咱第1字这字叫做这字读做丢第2字读做丢，第3字读做扣还是扭，第4字读做张好，感谢大家收听。